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靠主得力，戰勝難關。今日經文係希伯來書10章35節，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嘅心，存這樣的心，必得大賞賜。今日嘅小故事，響海上，颱風嚟嘅時候，海浪往往就好似一排牆壁一樣，從好遠嘅地方排山倒海咁衝過嚟。有一個經驗豐富嘅船長對一群響船上參觀嘅人講：響海上睇到颱風，有3條路可以選擇。第一條路就係調轉嘅船頭，快快離開。但係呢條路呢係行唔通嘅，因為颱風嘅風速呢比任何輪船都要跑得快，一陣間呢就會追上嚟噶啦。第二條路呢就係右轉或者左轉嚟避開嗰個颱風，但係咁都係唔得噶，因為一轉彎風一吹就好容易翻船嘅。第三條路就係關緊門窗，加速馬力，全速對準個風向嘅位置衝過去，因為颱風風勢最強嘅地方就係距離最短嘅地方，唯有咁樣先有機會脫離颱風嘅威脅嘅。我哋一齊默想，人生不也是如此嗎？遇到最艱難嘅之處，只有勇敢響集中全部心思，堅定咁面對佢，就係最好嘅解決方法。最寶貴嘅係耶穌同我哋一起去應付呢個風暴，更大嘅風暴響主裏邊都唔算乜嘢。我哋一齊禱告，我哋在天上嘅父，你係我哋嘅救贖主，我哋隨時嘅幫助。響世上雖然有苦難，我哋嘅人生亦係有好多嘅高山險境，但有你嘅引導同庇護，我哋勇敢面對，我哋靠你得力，能夠排除萬難，戰勝試探同埋艱難，亦得咗你嘅賞賜。我哋感謝你，時時陪伴我哋，使我哋心靈得咗依靠同平安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希伯來書10章35節，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嘅心，存這樣的心，便得大賞賜。